破读学台语佮手的动作相关的克漏字第8集36条。这领衫手䘼伤狭，我的手拢袂入去。这件衣服太窄了，我手没有办法伸进去。好，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一字读做量土量的量。第二读做笼还是笼，第三字读做笼笼内笼就是监狱的意思。第四字读做笼，西玲珑的珑啦。37条，我今要mî-phuē来曝日，我赶着抱棉被去晒太阳。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一字读做挽，挽果子的挽。第二字读做第三字读做腕，手腕的腕。第四字读做腕，同款。38条，双手抱孩儿，这知爸母时，是养儿方知父母恩。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一字读做抱，抱纸的抱嘛。第二读做抱，第三字读做抱，比如讲一抱小雪，这是抱。第四字读做布，布。39条，甲鞋仔顶头的油撩掉。好，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一字读做撩，这是相爱意思啦。亲爱的顶头，古早亲爱顶头有一条相爱条，叫做撩。第二读做聊还是聊。聊比如讲聊茶。聊是比如讲甲迄汤的泡甲撩起来。迄是撩。第三字读做撩，就是撩落去的撩。第四字读做落，倒错的落。40条，甲phue tsānn起来，就是把浮渣把它捞起来的意思。phue。下面4字要选，第一字站，站。第二站，第三字站，站头的站。第四字暂时的暂。好，感谢各位收听。